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1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箴言22章第1节到第9节，路加福音第6章27节到3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款待。咱昨日有讲到真正的平安是啥物货？咱嘛知影讲人是无可能无苦难啦吼，无可能无有试探。但是伫信仰内底，伫主的内面，咱才有真正的平安。无论咱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其实迄个重点是在伫上帝，毋是在伫人，嘛毋是在伫所有的事件。咱必须爱行伫迄个上帝的正道顶悬。互咱会通跟对伊的骹步，得到保守甲看顾。跟对上帝的骹步，遵守伊的旨意，要互咱互相来扶持，彼此来关心、相听，才会通去帮助大家度过艰难的困境，得到真正的平安。相款的，若是咱重视上帝的旨意甲诫命，知影咱必须爱听人亲像家己，亲像咱听上帝共款。那安尼，应该就会通用上帝的标准来对待人，好款待人安尼吼。正如今仔日的经文伫箴言22章第2节所写的，讲颂扬人甲有钱人其实是同款。这两个拢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问题是，人总是用家己的角度在看人做标准，是用做标准在看人安尼吼。人总是会带着将家己的成见咧看人，亲像法利赛人共款。因认为家己离袂有出生地，目睭的囝无可能是上帝所生拣的这个弥赛亚。因排斥这个太过病的病人。因欺负寡妇、孤儿，因看即个抽象的罪人，拢是无好的人。但是上帝明白来甲因提醒警戒，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拢必须爱受到尊重，必须爱受到好的款待。几啊年前，牧师有机会去到伫奥地利，看到即个集中营，希特勒甲即个纳粹，因认为上帝是白人，所以因对即个选民，即个自称是选民的犹太人，因不但是心内有嫉妒，佮看袂起因，因为因有色，因是白人。因才用着武器来压迫犹太人，来达成白人自尊的表现。因佮较用犹太人就是即个杀害耶稣的人，借机会来攻击犹太人。可那一个态度是讲，伊要为着主来伸冤安尼吼，迄种态度。伫足侪年前，牧师捌去到伫即个奥地利即个上大的纳粹的即个集中营，叫做 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伫遐看到犹太人怎样受到纳粹的虐待吼。因互犹太人家己去采即个矿石吼，行真远去到迄个所在去用石头来去集中营来关家己。佮看到因一日哪酒会通食一片仔的即个ham，甲一片仔的面包来做一日的食物。因去互即个纳粹骗讲有烧水通好洗，结果一开的是毒气，真侪人伫内底来死亡。伫即个营区的中间有一个生落来，就安尼身躯就歪过起出咱讲即个极度变形的人。纳粹
因讲上帝所创造拢是水是好的，啊，因就甲伊杀死，然后甲伊解剖来做研究，啊，想要来证明即种的人毋是上帝所创造的。看到即种济的歹所行，实在是互人感觉真受气，也真怀疑讲，即个世界竟然有即种的人用着基督的名义来虐待其他的人。现代游园有即种所谓的活体器官的仪式，即种真恶劣的情形咧发生，但是真可惜有真侪西方的国家。用基督徒做信仰基础的国家，因为着政治顶悬的妥协，因并无对伫遮的受难的国家的人来发出抗议的声。现代也有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主张反犹太，伫因就想讲当初时吼，犹太人就是歹耶稣的吼，所以因就感觉讲因需要来为着即个耶稣的代志来做一寡报仇的代志。但是圣经毋是甲咱讲伸冤在伫上帝吗？咱会当参考伫罗马书第12章19节的经文，讲亲爱兄弟啊，毋通为着家己伸冤啦吼。伫希伯来书10章30节的经文也安尼甲咱讲，因为咱知一罪咧讲伸冤在伫我要报应。佮讲主要审判伊的百姓。这是伫申命记32章35节安尼讲着讲，当恁膝骹操的时阵，伸冤报应在伫我，因为伫受灾难的日子近迄要临到伫因身上的要紧紧就来。利未记19章18节安尼讲，毋通报仇，也毋通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着爱疼人，亲像家己。我是耶和华。搁较积极的信仰态度来讲，就亲像耶稣基督的即个教示，伊讲恁着听我的话，我甲恁讲，我听恁，我着爱听恁的对敌，来好款待遮的怨恨恁的人，为着咒诅恁的人来祝福，为着谄媚恁的人来祈祷。有人拍你的一边，你另外一边就互伊拍。有人摕走你的外衫，你含内衫也着互伊摕走。什么人对你有所要求，就互伊。有人摕走你的物件，毋通去讨倒来。恁爱别人来怎样款待你，你着爱好怎样来好款待因。不但是袂当报仇，伫信仰顶间佮较爱来听你的对敌。因为咱毋茫人安怎来款待咱，咱就应该用安怎的态度来款待人。如果历史以来，咱拢会通有即种的心态、即种的思想的时阵，即个世界就袂有迫害，就袂有十字军的东征，就袂有即个集中营，也袂有灭族，也是讲活体器官的仪式即种的代志发生啦。所以咱实在是阁真需要好好努力才会使。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箴言22章第1到第9节，路加福音第6章27到3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好的对待人。昨天我们谈到了所谓的真平安，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苦难，也不可能没有试探，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无论我们是遇到任何的事情，重点其实是在于上帝，不是在于个人，也不是在于事件。我们必须走在上帝的正道上面，使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步，那得到保守，得到看顾。跟随上帝的脚步，遵守他的旨意，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不但这样子，我们还互相扶持，
彼此关心、相爱，才能使得大家都一起度过这个艰难困境，得到真正的平安。相同的，我们若是重视上帝的旨意以及上帝的诫命，知道我们必须是爱人如己，如同爱上帝一样，那我们就应当用上帝的标准来对待人。如同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里面，箴言22章第2节告诉我们的，他说，贫穷人和有钱人是一处，都是相同的，两者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可是问题是在人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在看人，人们总是带着成见在看人，如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认为加利利人不会出先知他们也认为木匠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上帝所差遣的弥赛亚？他们排斥麻风病人，他们欺负寡妇孤儿，他们认为税吏跟罪人都是不可爱的。但是上帝明白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必须受到尊重，都必须受到好的款待。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跟纳粹党人认为上帝是白人，因此他们对于这些有色人种的犹太人，自称选民的犹太人心生嫉妒，看不起他们，甚至借用武力来压迫犹太人，达成所谓的白人至尊的这种表现。他们更以犹太人就是杀害耶稣的人，而借着这个机会来攻击犹太人，好像是一副为了主伸冤的那种态势。牧师在很久以前曾经到访过奥地利的境内一个非常大的纳粹集中营，叫做 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我去了好几次在这个地方看到纳粹如何的虐待犹太人，也让犹太人自己去采石矿，然后走了好远好远，背了很重很重的石头，盖了这个集中营的营房，然后呢来关自己。也看到他们当时候所配给给每一个人的，只有一片薄薄的这个火腿，还有一小片的面包就是1天份的这个食物，这样来果腹而已他们甚至被纳粹来骗说今天有热水澡可以洗结果全部一开这个热水的开关之后，全部都是瓦斯这当中有很多人因为这样来死亡然后在这个营区里面呢，有抓到一个人，一个俘虏，他就是生来就是脊柱弯曲变形非常严重的纳粹人怎么说呢？他说上帝所创造都是美好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因此他们把他杀死，把他解剖，去研究他的脊柱的问题，然后他们是想要证明说这个人不是上帝所创造的甚至有那种中古世纪那种认为这个就是中邪的这样的想法。看到这些种种的事情，让人家觉得说这些恶行实在是让人家非常生气，也压抑说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恶劣的人，打着基督徒的名号这样虐待其他的人。其实并不是在2次世界大战或是更早期的才有这样的情形。那现代呢，仍然有所谓的活体器官移植这种恶劣情事的发生。可是很可惜，在现代仍有所谓的自称基督徒主张的这些西方国家，有基督徒信仰的西方国家，为了政治上面的妥协，对这一些虐待活体移植的这种事情却都晋升了。也有一些
自称基督徒的主张反犹太，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候耶稣就是这被犹太教所逼迫所诬告定死的。那牧师想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伸冤在于上帝。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的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又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10章30节的经文上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这个在申命记32章35节的地方也这样说到：“他们失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他们遭受的日子近了，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利未记19章18节也这样告诉我们：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更积极的信仰态度是说，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今天另外一处的经文，他说：“但是你们这些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恶你们的人，为咒诅你们的人祝福，为侮辱你们的人祷告。有人打你一边的脸，连另一边也打他，让他打吧。有人拿走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走吧。谁对你有所要求，就给他。有人拿走你的东西，就不要去要回来。你们要别人怎么样款待你们，你们就怎么样的待别人。不但是不可以报仇，在信仰上面要爱仇敌是我们的诫命，因为我们希望人家如何待我们，我们就应该这样的待人。如果历史以来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的话，我相信就不会有所谓的迫害，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就不会有集中营，也不会有灭族或是所谓的活体移植的这种情势发生的。按照历史这样看来，我们真的还是需要大大的努力改变才可以。